何这对这大大爷来访。哦，夸夸有请。有请周大爷。不必客气。啊，子三兄。哎呦，文斌的老子小贼请坐。早就坐下了。你我好友多日不见，思念甚深。今日到此，是小弟西城往回。承蒙挂念，不知灵堂老夫人可好？家母十分强健，不知老子夫上可好？托福托福。哎呀，小子呀，我看你家里是越来越穷了啊，穷得连茶都买不起了。家水清贫，何以至此？远道来访，怎么连茶都不进啊？难怪人家说你是同里出力做。我这条说嘛，自我外人不伤好人。这倒也是的。自古与你说话，倒先忘了这里倒茶了。晴儿，接周大爷倒茶。慢来，下得座来，不但开口，问不中击我。哦，那这是吃白酒。是。这才平了病之讨。不过来得匆忙，未曾带来所罪的菜。惭愧。你我故交去，又何必客套？相公，酒一杯好。好，这兄，你我今天来过，不醉不休。不醉不休，对吃心头万足之事。扬州三国三要字。好，去。老赵，这元红时候啊，好酒哦！小子呀，你我各敬三杯，来，各敬三杯，去。小子呀，你近来做小情啊？是酒是味。那你的婚事呢？司君刚登用。原空不着家，万不有才老啊！呀！听说岳老太太在姻缘簿上将你的名字忘记了。依我看你还是到五台山媳妇为生算了。哎呀，休得取消了。去。花酒无缺，何不弹上一曲助兴？那这是此情儿。相公，去琵琶来。是。但不知作兄要细听何曲？我对此道说不精通，细听真篇。那是此时来，我是在待女带进了。休作便宜夸抬嘞。周大爷，让我家相公看一声，早进出山可好？好，早君出山。好了，万事高山流水，弹得好，弹得妙，真是妙极了。哎呀，献丑是献丑了。哎呀，小姐，可你呀！
得度也下。小姐啊，提起这最美声也好，不妨说起我听听啦。提起这也好嘛。问君姐姐名啊，相貌与我一不一，家母爱是张上真啊，时常被迫不离婚啊，他是一世上村中名也上不要名贵。这一家母是一生啊，终日花花离不定啊，傻傻他见我希望是来相思，就将我男扮女装骗娘去，从此一儿成了名啊，最美是人三世传遍好最城。男扮女装看不起，此事令人不可惜。不是文凭夸大口，你本身这爷难分。俺见事实何文虚，李警官当场办美人，比我老祖之上岸。关中的历史写原因，凭你这少情是俺我列在面前也看不清，不要说列在面前看不清，就在那神穷之中将你成。今日正梦元宵，假使灯火辉煌，你可管在人群之中将我一人？这一会呢，一个地方。哦，好，3月台，好，3月台就3月台。好，既是此，老子少台，小弟给本后进来。好，慢来。我这生出来嘛，你别怎样啊？莫非老子有意当督？小小东道嘛，粗心。那你要读什么？文银100两。资料可不准拿啊！今元结账。好，结账就结账，来。老子今夜3月台上见。哎呀，小贼啊，趁早配好，东到前。来。
晴儿，这三月台在什么地方啊？这里就是呀。哦，看三月台上灯火辉煌，小贼到此必定原形毕露。哎，周大爷，你看那个月台灯来了。周大爷，你不看灯在想什么呀？晴儿，你家想过男扮女装，周大爷我认得出还是认不出呀？依我看，举成神。认得出，哎呦，认得出哟！周大爷，我娃还没有讲完呢。哦，讲下去，讲下去，依我看，举成神不出。恰是为何？我家想过男扮女装，不要说是你，就是我家老夫人也认不出来的。何况你的眼睛不太方便。嘘，晴儿，你先到台下去等你家想过一道，马上来告诉我啊！我家想过，我也认不出来的。哎呦，你认他多年嘛，总比我好。要是认出来嘛，周大爷我重重有赏。谁要你的伤？我还是家师生大王，自顾自看灯去。晴儿一来提醒，反而害我心不停啊！三月台前人是少，人间还有花花灯。我天生的上君子啊，怎能生出这人啊比？幸亏听那个鸡呀，叫请我台下先去等。方才花开十大王，先下说了大梁啊你。看他这次东张西望，尽是小贼假扮。这位大嫂去了。亲娘，毕竟二龙长女生，声音约得像3分。让我来开开他的玩笑。啊，这位大嫂，你可是在等人啊？可是在找我啊？关你什么事呀？啊，心照不宣，你我独自明白。不是，一官处处少礼貌，不是把话颠倒，这不依你年纪老，生活惧怕你不少。他们想用光来恨我，双关举办我不怕，当时你男扮女装才不想。谁都不女装啊？看来倒有3分强，这是年纪大些了，这样那像最美人，看来倒像最老。什么最姥姥最美人的，谁认识你呀？你不认识我，可我认识你呀。好了好了，我这里谢过了。写什么？哎呀，
他100两银子啊100两银子。是啊，大丈夫跌得到破得起，死就是没英俊。哎，拿来拿来，我看你这个人真是疯了。就是疯了吗？哎，凡事要问你100两啊！你再这样，我可要喊人了。两年也不管教。哎，拿100两来，哎呀，100两，100两，哎呀，李子，娘子，相公你在哪里啊？娘子，哎呦，娘子，我在三月台等你呢。哎，啊，请了，请了，请了。哎呀，你这个书呆子，方才他在三月台调戏于我，你妄想他赢什么礼呀？啊，娘子，看他有些先生模样，想必不是什么狂妄之徒。哎呀，两必是误会了。什么误会不误会请了，实在男子多有冲场，望请见谅。哦，是误会，是误会。娘子，我们还是到那边看灯去。哎呀，真的不是小贼假扮啊！这南瓜青儿不来告诉我，哎呦，喜气儿唱我。他用尽故意唱的，哎，定是小贼假扮。嘿嘿，这下可错不了了。哎，小子，一块声音全都知道是你，真有成语了，一直有些话鼻子冒。哎呀，只是我老祖还当你是个男人。谁是男人？哎，你是男人啊？你是什么眼睛，连男女都分不清哎呦，了啊？好只瞧闻的，可是肚里有数。好了，我这里写过了。哎呀，100两银子拿来。啊，100两银子？是哈。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什么女子不女子的？快让我走！拿来。快让我走！拿来。哎呀，雷神啊！雷神啊！皇上，我在这里等你，此时一个暖手送我暖包女装，妄想我要100两银子，浪子我不放。见此人鬼鬼祟祟，分明不是好人，带我去教训他。你做的好事。是误会，哎，我是认错人了。这里灯火辉煌，你又不是瞎子，分明寓意良相。对，这里灯火辉煌，你怎么看不清楚？带我见你的脸上。君子同开不同水。哦 ，no， 眼睛不闭。世上哪有你这种君子？走，见官去。哎呀，慢来！你这位师兄，看他不像是个坏人，你就放了他吧。哎，这位大吉说的真是。官生，就放了他吧，我们看灯去。看在这位大吉份上，就饶了你一次，下次再还就不轻饶。事出有因，岂能再还？娘子，我们关灯去。多谢这位大姐解围。哎呀，不必客气，下次看人啊，可要看仔细了。哎呀，小子呀，你怎么还不来呀你？小弟早就来了，只是你没有认出来。莫非他
这。其侧之兄，历历才雄，不可辱骂。虚假小戏，虚假小戏哦！还没有看出来，带我追上去。他是他家，莫非就是小贼下饭？前车之鉴，不可辱骂。小心，小心！带我再追上去。哎呀，大姐啊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我娘到哪里吧？你寄到哪里？这有什道理呀？咦？这三月台乃是宫中之地，你能看得，难道我就不能看得吗？哦，你看，今夜说我做此事倒霉。哦，你就是哈哈渔民，做紫山做大爷呀！不过。哎呀，小女子真是遇难不识他山。哎呀，实情啊，是实情。包子这包菜，不知姑娘是啊，周大爷啊。许大嘴呀！哎呦，怪不得是吃面草。这下我可没有认错了吧？哎呀，周大爷呀，为何不见周相公与你同来呀？他，这可就到。许大姐呀，你时常进出这府，可有见过周相公扮媒人啊？哦，你说周相公来扮女装之事嘛？哎呀，这件事啊，我是知道的一清二楚，三明四白。周相公当年扮女装，是我亲手枪所长。他头上发髻与我玩，上房之花是我插上，一列脂粉与我买，两条柳眉是我挽上，上下衣裙与我穿，左右陪环是我戴上，莫说香菱陈宝钗，就是那亲生娘也难分别风雨往来。你既亲水来传来，定能成出真模样。
大姐呀，与你测试了吧。最想过见男女啊早，要我大面承认情拉上，所以我爱情不便当，恳求大姐来帮忙。请你对我演讲，这种事情我不管。是人了吗？哎，是我欠你的呀。那你欠我什么？欠你宁知无十两。那死了可不准拿哦。绝不食言啊！哎，徐大姐啊，哎，你记得饮料吗？哎，就该仔仔细细去盛啊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只叫坐在这里两眼一闭，就知道周相公来与不来了。哎呦，真看不出你还有这番本领啊！是啊。哎呀，周相公来了，在哪里？在台前，在台前。哎呀，美女啊！哈，你上了楼去。哎呀，他，你靠近了你的身边。哎呀！哎，凡事没有声音啊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老总，小弟这就来了。哎呀呀呀！小子呀，你这贼美人啊！当之无愧，当之无愧！老总，动头，滚吧下风！哎，滚吧下风！来，马老虎小女人来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，哪里走？小弟们啊，于大爷抢了几个漂亮的美人为夫。哎呦，大爷，你的口！抢了为夫，什么？光天之日，为什么强抢民女，好他的胆子？好一个标致的姑娘，美呀美，美到无可奈何的美，美而又美，这真是说不出来的美呀！哎，大爷看中，小的们懂事。哎呀，不要瞎话了，姑娘。哦，王彪，哎，将他们统统放了。哎，放了。去。姑娘，你姓什么啊？我姓许，叫许什么啊？许大。许大，这声音好似雷浪风咦！你一个人出来看灯啊？哎呀，我与我表兄同来。那你表兄呢？表兄啊，看灯走散了。哎，小子们，去！姑娘不必害怕，我乃兵部尚书之子王天宝，杭州城里哪个不知？哎，谁都不去！姑娘，今夜随我回去，明日我派人送你回家。哎呀，奴家不去。
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小弟们啊，搀扶姑娘为夫。这，哎呀！哎呀！喂！早知道了。哎，我就想过你。已经来过了。哎，他说你被王老夫抢走了。啊，他是个暖的呀。只怪他办得美极了。那我怎么向我梁老夫人交代你？凭小镇莫不文采，还怕什么王老夫啊？要是王老夫发现他是个暖的，送过去吧，怎么办你？量他也不过，家丑不过外呀。那他今天回不来你？明知国父闹他个鸡犬不宁，就也不好了。快走吧，走！小的嘛，抢了姑娘为夫。哎呀，放了我！哎呀，姑娘，你今天来得去不得了。王彪，张灯。是。美人儿啦，你为什么见我避而远之？哎呀，我怕我，我不是和你一样，有眼睛，有鼻头，有耳朵，有啥个好怕？哎呀，人家都说你是老虎，老虎是要吃人的呀。世界上哪有穿着衣服的老虎啊？哎呀，就是这些衣冠禽兽可怕啊！个娃又是厉害。神来信。王老虎杀心个杀灭心强，贼王兵有心与他去开玩笑。哎呀，大爷！民间女子冒出来，大爷你未免太夸样。正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，天赐良机他凑巧，三月台想家教。
全是个弟弟为官才当朝，我母亲身随万岁来高峰，我填报才一个人，冒风鸟，真是只不家照进士不就冒菜呀！我吃的是龙冠，穿的是凤毛，吃的是高粱，换的是王表。也是你个靠船没有个前世心，几声叫声好运到哎呀，大爷！大爷呀，我家的来家客，红王做起是配不了。大爷你没多教，天大的事情不计较。老表，快点说听下去，早都叫他8、9、10夜。哎呀，慢来慢来，大爷，我有话要讲。你还有话？王表，你我站在这里，那你有话你就讲吧。是。大爷是恩哥一个，情一个，我许他天上的心肠一动了，只可惜，只可惜。可惜什么？我们做姊妹咋样，将我的终身早配掉。你配掉了？是啊，那你配女谁呀？配的人家本那心高，丈夫名字叫高。高什么？高讲啊！高德宝，高德宝，哎呀，他是做什么营生的？高德宝他肉长里面做土啊夫，上次这样谁断了？小小公主红做到，我送些银子把婚啊死了。哎呀，不哭啊！为什么不行？高德宝他烈去哪日呀去唱，怒吼上身为同当，你若逼他发昏退，他对着你喉咙水一拉刀啊！把我当子的呀！是有些怕人哼！我王家四大门庭高，我怕区区高的拉包。他管闲事找上门，我送他监管去坐牢。个滚个个板子靠，一条个连条，吃了啦啦啦啦头上靠。管他3年再从军，叫他一命不应朝。从此你有着地狱登天高哎，我与你把对从大浪登大浪没人啊！大爷啊！王彪，快点吩咐下去，早都
大爷，我还有话要讲啊。我在火里嘛，你在水里。哎呀，你有话啊，你就讲吧。是。在这里谁不想大爷的名声不太好，人人都说你是老婆，一见女人就出了房，可是你当心是骗，我许他嫁了你人要上一好啊。王彪与姑娘快走。去。啊，许大姑娘不请公子往天不为天上菩萨，一字到位，举着四门人老生，做菩萨花哎呀，作为生情天天不问谁。起毛哎，你是把我万岁，你是把我微笑，嘿嘿哈。你真的那么好啊？哦，你不行啊？哎，你不行，可以问王彪。哎呀，你说大爷说的对不对？哎，对。常言说得好，眼见是实，耳闻是虚啊。你说再不行啊？哎，我可以打击你快啊，你快来啊！哎，大爷，别人的威风都拿起来下。女人家就喜欢这一套。哦，到了水才是道理。快去，把酒设宴，快去！哎呦，慢来，大爷，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啊！你怎么有这么许多的话？先别逃，别讲完。哎呀，先讲话二百档，先别逃，别讲完。先讲话二百档，先别逃，哎呀，别讲完。哎呀，王彪哎，你我站在这里，那你有话，你就讲吧。是。许大家境虽不好，刚上的夜长自香。大爷你真要帮我扛，三件大事不能上。哪三件？第一件
我舅舅是个算命人啊，今日凶人他都知道。正月15出远门啊，半路一定要遇强盗。正月15啊，昨晚上海上一定要起风暴，上山要落花江上，过河要断独木桥，马田中年长把草，烧要被天火烧，生女长大要落堂，有男到底要进苦庙，个成群更是不得了。新郎是头昏眼花，手脚抽筋，不到3丈要命送掉。哎，大爷，真有这么怕人？是有些怕人。那以你之见你，以我之见，要等明早。今夜你，今夜嘛，你先送我回去。那明早你，明早嘛，你再派花轿来迎娶我啊。今夜你先在我东四房暂住一宿。哎呀，我也是你的夫人了，我一个人怕。哎呀，我要养完陪你。哎呀，我不要，还是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。有了。今夜你先到我妹妹房中暂住一宿。你妹妹，我妹妹。她妹妹身上的情红嘴嘴睡不香。那一年我曾经托人来做过媒，王老哥他匆匆把婚事来做了，想不到天下是今日这本桥，今晚相逢才今宵。姑娘，你快处好啊！哎呀，他有些不便。明日你们就是姑嫂了。姑嫂，那且凭大爷做主。王彪，张灯带着小姐归来。姑娘，请。大爷请。请啊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
姑姑，此夜身上来做人。有一位姑娘小妹妹接受一笑。定是姑姑又将两家民女强进府来，鸟有苦，人有家，又向我介绍。哎呀，妹妹说这底细听上不易，等我骗她一骗。啊，妹妹呀，姑姑放这去槐花灯，见一位姑娘哭哭啼啼好伤心，姑姑心中过不顺，嘴上前去问原因，这是表兄妹宽灯最十三，回家之路人不齐，我与他人送他走，无奈一般路难移，因此我来他这一笑，王妹妹呀，你命不方便快答应。不可你呀，是我背上担心，有点靠不住。哎呀，妹妹，我这是真的把他抢来，为何要接在妹妹帮助你？你说呀，你讲呀。是哎呀，答应了，答应了，答应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快去见过小姐。哎，见过小姐。姑姑，时雨不早，你好下来去了。妹妹呀，这位姑娘是个乡下女子，不懂礼貌，妹妹你要多多照顾她啊。哎，妹妹呀，你千万不要她一个人回去，明晨我会派人送她回去的。兰香，向大爷下来。是大爷，请。去。兰香，谁这位姑娘个王喜喜是姑娘，随我来。哎，上京再来锣鼓声，元宵灯火又一层。你要是谁去不拜空得明月盼中生恩。看私下无人，不妨带我溜走了吧。哎，这小子还没有安静，听他叹息什么？喜那姑娘好作文，表兄与表妹同
虽然大大难欺人，最稳定是我。你曾经完美来救起啊，此话姑姑从中来作根，你知道就好了。你若真心来相爱，那还会有假的呀？哪里谁给？他人传奇书中情。哎呀，妙啊！看来小贼他有意于我啊！空悲思啊，往事叹，身在两地他真知情。我早就知道了。一尘光阴已曾经，曾经乃马曾光阴，瓜子瓜姑姑不为我妹妹想，等到那生老之王去交生恩。哎呀，妙啊！我以为黄蜂中的条线，因谁知洒脱离别不忘情，秀英一片真情哎，嘴上写去十分美。哎呀，不哭啊！此事不哭太冒失，我万幸当年是真情。啊，谁？小姐是我。哎呀，姑娘，你怎么还没有问谁？小姐，我没身体发热不着，还是让我回去吧。哎，此夜深怎能去得？哦，我也心事不宁，不想问谁，我们来谈谈吧。那岂非要当上小姐了？方姑娘，请。哎，哦，姑娘，你家住哪里？小姐啊，十月不月情不情啊，离此一月三里，请我放开对我的早把叫做是龙情啊，我家是大年18，至今上面配婚姻，小无人家少里的，生娃不怕来为情啊。一层光阴一层情啊，曾经买马层光阴啊，瓜子瓜哥哥不为我美呀美香，等到那生老之王去嫁何人？他想的我
与文比。姑娘来哦，姑娘啊，修房子顾好地方，你可知道多少有名人？莫非他有意把我来当听啊？让我来难他的来最生命。小姐呀，东边之歌朝朝远，西边之歌千江去，南边之歌升天关，北边之歌李大人。朝夕生离，谁是为谁在的？姑娘，还有什么人家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他为何不将走不的？我这一想乃为情意啊，小姐，你到底要当听的是哪有人家？姑娘，那朝夕胜利的后面呢？那朝前胜利的后面嘛，后面是个无瓦大字，前面是个陈水啊，左边是个王林祥，右边是个冯医生啊，隔壁是个陈虎啦，对个是。我要问的是有名人家。哦，小姐要问的是有名人家啊，有名人家倒是还有一家，哪一家？快说。这个也不好人家，将来才知最横平。哎呀！将来才知最文凭，他的为人你可知情？小姐是指关心问啊，向来别个就是亲。比孤儿的亲，那为我左当听来右当听。他师傅文章参见人，我爱在孤儿来当人。啊，原来是此啊！姑娘，你可知道他家的情形啊？哦，你是周公子家的亲戚啊，上上下下、前前后后、里里外外，无语不知。哦，那这文凭怎样？唉，想我周文斌。咦，怎么想你周文斌？哎呀，小姐，我说错了，我说错了，我是说，那周公子啊。他才是满腹文章才是君啊，婚姻啊大事却不成心。海中啊上是千金女啊，天生名叫王秀英啊，谁知小姐太虚荣啊，也她家境太清贫。哎呀，冤枉啊！没有什么。哦，没有什么。
他婚姻不正啊，结于恨啊，一场大病上了身啊，足足病了3个月，睡得像根苦是根啊，看来性命是难挽救啊，得若是啊，哎呀，得若是烈雨风声啊！没事，没事。哎呀，还好呀，是还好。哎，姑娘啊，那后来怎么样？后来呀，难为情我不是了。哎，这与你有什么相关？快说。醉翁边火转汉中我，汉中你是啊，这次他奶奶就亲，几次他妹来就亲，弟弟的娘不答应。我弟弟一听啊心欢喜，马上迈开去答应。那你是知的？我是知啊，上门家的崔公子，他必是看你当年在心啊，定下今年3月3，彩彩当当那个门。啊，哭啊深深独身往里哭，我比往里苦3分啊！空余剩余落叶雪花吗？空余万卷诗书剩余命运，悔不该生于富贵家。问小姐不是他不依人，从今儿不穿着金缎衣，不穿着大褶裙，不插花，不对外，不读诗书，不作文，等到今年6月6，我哭哭啼啼失空门。啊，小姐，你怎么听了我的婚事流泪了？我不认了，我是为你高兴的落泪。哎呀，小姐却不为我高兴，这婚事有变了。婚事有变，我昨夜下有一层啊，只得姻缘不相称。说什么？我昨夜下有一层啊，只得姻缘不相称。这是为啥？我是一个大家步，这俩一车要往山冲，将来夫妻
么前去天地来了？是莫非小姐也有爱周相公之意？我小姐，你是真心相爱，那你就给他人传千所中心。可是无人请我算账，我愿意为你代劳，当真？从不说话。姑娘，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能与外人说起。小姐放心，随看自凭。姑娘啊，这封书信你一定要亲手交与周相公。小姐放心，我一定送到。多谢小姐恩情深。你是谁？小生啊，就是这份小姐出了身上，我有话要说。哎呀，你说你快说呀！真有什么事愿想，深山深海那隐隐，我与好友来打赌，男扮女装去看花灯啊！这位你哥哥王老虎，把我当作媒家人啊！强实夫要成亲，我千言万语难脱身啊！他把我将来小姐的归往内，这真是美满姻缘天作证啊！马身姑姑望天高，真天不做好事情。12年强姻缘，强不是进了门，此事倘若传出去，叫我今儿真做人，我了起路去出忙去。小姐，你要往哪里去啊？要与姑姑把礼听。小姐，慢来，慢来。小姐千万不能啊去了反而忘事情。小姐既然问定也黄雪明，今日归来恰相会，也是比我越缘。
卖娃不讲理，去了反而话事情。王守义为追文兵，非请王人死你生。今日巧为在绿台，我不想得明月许，终身你真是最相公。是啊，那里给你满腹才华，不免翻开诗集，后诗一首。好。小姐请开。哎呀，真是好奇哉！哎呀，小姐过奖了。你是真心相爱，哪里谁该？你该代替门市了表忠心。小姐。王彪，啊！这灯彩都没有挂好，谁起来叫来了？喂，起来！大爷，王彪，你那将他给我拖出来！王彪，哎呦，侬谁死啊？侬要死啊？大爷来了。我来想死你了啊，大爷，大王彪啊灯彩挂好了没有？啊，没有，请帖发出去了没有？哎，没有，轿子备好了没有？没有，你个蠢材！是大爷，那个笨蛋！是大爷，那个鬼奴才！是大爷，啊！个蠢材笨蛋鬼奴才都是我大爷！哎，是的，啊，是王彪，我还不下去准备！哎，是，快去！哦，去！大爷，说这是谁来了？你是大爷死忙，一概不接。大爷是忙，你给不接？先下闭门羹，再迎相见礼。请问你是？所在佛子山。请问这下是？杭州王天宝。哦，久仰。左兄请。啊，王兄，府上花灯结彩，不知为了何事啊？乃是小弟大喜。哦，原来是王兄接济，但不知娶的是哪家千金啊？你问的哪家千金么？昨日元宵开花灯，遇见一位个美佳人，说不定是长路下凡来，要不然是仙女下天庭。我与他一见举钟情。
啊，请进门啊！抢进门，请请。这位家人苦得拉意，他妻子不得真为不答应，实不拉是他跪在我面前哭哀求，我还要考虑3天再成亲。皇兄宽等龙喜事，我出衙宽等赵不应啊！多不易，我与眼里最文笔，7岁个童女看爱花灯，正在看到高兴时，突说有人乱纷纷，快点快来叫的叫，原来是一只老虎藏进城啊！既与老虎藏进城，小弟真为不知情。这只老虎凶气狠，掉进盆内看俺是盆，身在王兄差不拉多，真把小弟逼出生。这畜生东张西望要吃拉人，一眼看中最文笔，大叫一声扑上去，抢了球子往逃奔。有人看见这出拉屎，匆忙逃进了王府门跑进我家，是啊，没有啊？有人亲眼看见。哎呀，不对呀！他话中有话，分明在说我。不对，想我抢过多少女人，从未弄错。哎呀，但我还是上前问个明白。这兄啊，那老婆抢的是什么人？是我眼里最文笔，最文兵他是乱伢子坏，那老夫老女分不清啊，只怪他乔装扮得像啊，落在富贵上了命啊！听他话中只有一，莫非我昨夜抢的是最文兵？既然老夫为将周文斌抢来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哎，泽兄，泽兄请坐。泽兄，泽兄啊，那周文斌果真是女扮男装？是啊，你们真的是在三月台上追杀？不错啊。哎呀，不好，我妹妹啊，你妹妹怎么样啊？没有哦，没有什么你将周文斌送到你妹妹当中去了啊！哎呀，小子呀，你因我得福了。哎，你不要不说啊！啊，你说我无说呀？那我就拿俺妹无说去告诉告哦！哎呀，祖兄哎，做才子，做知识，哎呀呀呀呀！我真是该死啊，心死啊，要死了！王彪家人哎，大爷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天哪！哎，
是情意长。四位不早，姑姑谁要上楼来了？哎呀，这里是何事哈？是呀，小静。霹雳冲天将西王一乱闯回王。妹妹，哎呀，妹妹，姑姑，你早。大爷，你好早啊！哎呀，看她这样漂亮的身材，还是什么最文的将官，谢谢上了桌子上的刀。姑姑，请坐。大爷，请坐。快他脚踏实船，分明是个暖的。哎呀，妹妹，姑姑，你吞吞吐吐在讲什么？妹妹，哎，你道她是何人？队伍店里的许大姑娘呀。哎呀，对，队伍店的许大姑娘。昨天不是你带她上来的，怎么反而问起我来了？还好妹妹尚未发觉，但我还是管她下楼。随我下楼。慢，姑姑，这位姑娘为人很好，我心想叫她多自己想。自下去还得了？下来，快去！哦，那这是此小生告辞了。你谁？将官在此最文凭，可以草莽亡国，还请小姐原谅。姑姑，你好。马生姑姑太不仁，为非只得受刑。手里本是王亲的，归是王家去龙里。莫说是三岁童男人来就是那不同神仙不用神。你不在世望星光光，无足非为强于人，我扮女长为看不成，还要送他到归来门。自从出得娘胎来，从未出过一步门。不男人十句话，百不知百官私隐，清闻邻里都称真啊！说我是三重死得三重的鬼千金，今日名声百里望，终作是巧日喜，一时不清。兰香，兰香，快去请老夫人上来。哎呀，妹妹呀，我要是知道她是暖的，我死也不会把她强留回来的。妹妹，哼，一个子女人家名声最要紧，这件事我岂肯不随把人儿当亲出老娘心，分清是非把利弊，我还要写信到警告部去，谁知你在家不肯随本人，王英霸道吃良心，岳母尊上王名声，他一怒之下回家来要将你同家发用大印，关上门去毒死母子，无人问。哎呀，妹妹，妹妹，老夫人随他。
知为了何事？你去问他。儿啊，不知为了何事？你去问他。你是何人？因何到我女儿房中？你去问他。哎呀，母亲！哎呀，娘哎！哎呀，母亲！哎呀，娘哎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母亲，他是男扮女装，所以姑姑抢来挤在女儿房中。你，哎呀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哎呀！一见皇姑怒气生，你为什么乱扮女装进我门？他不问情由将我抢，其实是场贵妇们。母亲，姑姑团身离了心，情在男女为分不清。总算是我儿一时中，你理该当场受分明。小生终有千丈债，也是哪里舍得清？姑姑是我父不要红了眼，千言万语他不听，千错万错是姑姑错，此事不能怪别人。到了小姐闺房内，不杀真情，你为何应对？到了妹妹闺房内，你不杀真情，又为何应讲？小生啥是真情深，只恐怕坏了小姐好名声，把男人藏在闺房内，万事个个抢进门，此事啥事怎样开？王夫也免要对关心。哎呀，母亲，此事倘怎样开？此事要随便旁君人。哎。为了国家王秀英啊，可怜苦了我最文凭啊，朝野一笑不成才，今日万将看空门。你是最文凭啊！想不到他是最文凭。当年城内提过亲，真是冤家两路风。倒不是立刻请他去重生。醉公子，请坐。哎。人接近，几位小儿来扶墙，此事我也不再跟。天宝，
送周公子出府。慢！四处昨夜被抢进门，家中必定要抢我去。今日既然为家去，家母一定要恩怨怨。我将真情说出来。哎呀，母亲，家母亲儿。真主在我是不把真情深，去骗我情婆小人啊，这一来又一来。请老夫人啊来指明，他话中有话藏深意，目的是举止要下退休衣。我王家高来最家的，咱们亲自不相称。这公子，你本江南君子，向你暖完一场，为你有所试问。要是传扬出去，又一空传送你的精神，我看不是一派天宝送客子慢。这是我苦不识寸，只可惜昨晚与人同开灯。是谁？守在家园做自杀，相亲只是他多知情。哎呀，母亲！一起大步不自在，有个结扎属于命。刚才一起扫门来，我已是他一路真情，他的哟，大家小好铁穿的，怎么样啊？将才是传遍了好飞尘。错什么？一莫未定，一莫情，官路上杀出了程咬金。母亲，这桩事已闹翻天，要想谁人脉不能安，女儿无力我死当一当，对身气让两残。哎呀，妹妹！哎呀，妹妹！曹生，你忘了把肚子上给我请来，要是他不肯来你，你就用把上大轿，太要把他抬来。是。这公子对老身下泪是，这公子对老身泪。有请。是，有请朱大爷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什么？朱大爷不肯进来。为什么？他说大开怎么才能进来？吩咐下去，他开走门。是，老夫人不
人为何还不进城？他说老夫人，不见老夫人，他说我刚才是属下门的，为何不见老夫人亲自相迎？好厉害！据说老身亲自相迎。是老夫人亲自相迎，有请这大爷。伯母大人在上，谁小车一礼？言者不必多礼，请谢伯母。请坐。伯母大人，府上花灯结彩，想必是伯母大人随担自起。做言者，你真是读诗读得多，了知写成后。你看这上面写的是？哦，一个大大的喜事。都是他们闹出来的笑话。回应大师岂非儿戏？今日特请言子过来，枉为国事弥补大错。弥补在弥而不知，要是自己补一补嘛，会请个裁缝来补。我用不胜大酒将小丑抬来呀。这正是老鹰做小鸡，一个有头，一个细呀啊！做言者，伯母大人有何指教？这一小女望须进，妹子闺中比水平。去年有人来提不起，是何人啊？就是方城最文哦，最文兵啊！是啊，深空小女上家教，难攀高情，不为大义。伯母大人啊！伯母做事真听理，应会当你李大爷。我与文帝虽好女，他的为人不做人。浙江小女嫁给他，嫁了过去要可不亲。好一个厉害的种子山，好一个厉害的老夫人，我枉为常对他结子去，我先着起笔来取身。做言者，言者不必太谦虚。再问兵役为甚我知情？是谁相隔一年多，老身常常记在心。昨日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我后悔当初不答应。今日就是再重听，万幸言者做美人。这次山，这次是欲望，从未养过做美人。万幸言者来成见，此时小着难聪明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今天老夫人，张大人、李大人，他们都到了。他们来做什么？向大爷后西来的。让到客厅用茶。哦，啊，伯母大人，
这没到为主，怎么何可到先来了啊？万金颜色困在老身的份上，帮忙颜色。哼！王老夫强亲，层层。传单千万不能停！忘了上当，忘了痛，老天在这才难受。今日接他出青翠，下次才过再忘记。从今后老身。我倒要见过王老夫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只是他啊，天宝兄也被人抢去了。不是，不是。哦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何事？后山女工大师都到了。他们来做什么？也是向大爷后喜来的。这晚成何体统，与我分了出去。伯母大人，王夫喜事真是热闹，怎么连后上尼姑道士都统统来了啊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大爷找到了。什么？谁？啥队里呀？把他拖来。拖来。大爷！去！畜生！是谁叫你发的帖子雇的饺子啊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都是你藏下的祸，叫娘难做人。我去见过周大爷。师兄，畜生！我你的家子倒不小。师兄。哎呀，天婆兄啊，都是不见，你怎么熬了许多啊？我看你这只老虎变成伪造猫了。你不要我，不要问，雨水好不来光阴，切哈，表杜甫虚实，古本关于。太近，不是你祖上缺了德，定是你父母平生少教训，生下你这个不孝子，即成身小马不恨。我劝你从此怕子化为人，趁早亲呀怕别走，你这嘴巴神枪错！哎呀，天宝兄啊，你这副妹妹呀，来叫子
朱颜子，你说也说了，骂也骂了，小女子事，外望帮忙成全。伯母大声吩咐，小侄只好聪明，但不知这文兵身在哪里，也不知他肯也不肯。周公子现在我府中啊，已被开了呀，并被开了。天宝，让周公子后堂更衣，请来见我。是。去，结果八母大人，小子，老总，一夜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一切安好。结果八母大人，周公子也有朱颜子为媒，将小女终身许配于你。哎呀，这怕高攀不起呀！哈。小子呀，既然伯母大人硬要把女儿许配于你嘛，勉为其难。那即使是恭敬不是聪明，岳母大人才上亲随小婿大礼传备。也许不必多礼，还需写个朱颜子。哦哟，不过，真正的媒人啊，还是天宝兄啊！结果就说，天宝兄。万不趁你妹妹背堂成亲，请周公子后堂更衣。是，伯母大人，这个媒人万是让我来当，你却由你做主。王彪，老夫人吩咐下去，真配听到，效法周夫。奴才还不快快照办？是，妹妹。天平二百高堂，夫妻对马，效仿周夫。大爷，发了！去！王老虎抢亲，出枪追人兵，耶！无奈陪妹妹，催命变行成。哎呀天哪！大爷！谢谢小宝，谢谢。